香港小紅書 KOL 市場嘅水好深㗎，唔熟悉市場嘅香港商家呢，如果你咁樣做，好可能會被封號。我哋經常見到有香港商家被低價誘導，私底下同坊間嘅 MCN 或者工會簽約，同 KOL 展開合作。但咁樣做呢，其實係有風險㗎，因為小紅書呢係有官方嘅 KOL 合作平台，平台入邊嘅 KOL 全部都經過官方嘅備案嘅，合作嘅價格公開透明，全部都獲得咗小紅書商業推廣嘅授權。一旦系統識別到品牌方同 KOL 合作嘅推廣行為冇經過官方嘅備案，係私底下嘅合作，平台咧就會將呢次嘅營銷行為貼上水軍嘅標籤啦。同時仲會記錄埋推廣品牌嘅信息，嚴重影響呢個品牌後續嘅推廣權重。呢個影響係不可逆㗎。企業之後如果想再喺小紅書上面做呢個品牌嘅推廣，好大機率咧會被永久限流，冇辦法再做推廣㗎啦。所以咧，香港嘅商家千祈唔好貪平，亂去揾一啲 KOL 合作。如果真係想做專業而且有保障嘅推廣呢，都係建議揾專業嘅團隊提供諮詢同埋幫助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啦。關注我，帶你喺香港玩轉小紅書。